一開始知道自己要做隊長嘅時候呢，咁都係會有少少緊張嘅。好多時就可能會同人比較自己嘅能力啦，忽略咗自己嘅強項。但係只需要係以身作則啦，全力以赴喺場上保持冷靜，行為上邊做一個榜樣，去帶動翻隊波。教練亦都有同我講，其實有時候你唔需要係用講嘢呢個方式，用行動係可以表現到自己，同埋影響到我嘅隊友。我係7人欖球運動員李念欣 Melody。